后来继续来到台中的龙井，有一户人家讲有一只梅花鹿走入因的厝内，赶紧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。想袂到来一群人对待这个梅花鹿是真粗残，用锁啊甲套伫个暗棍甲硬拖，甚至当场就甲抬死。这个人感觉真残忍，暗时啊拢困袂去。农业局讲，因是委托着外包的厂商去处理，因嘛无杀害这个鹿啊。是鹿啊，因为这个阿妈棍去互鹿锁啊，着青惊来惊死的。一只梅花鹿出现伫面体3合一，暗棍啊套白色锁啊。头前有一个人一直咧揪锁啊，梅花鹿看起来是真痛苦，一直喷。代志发生的地点都伫台中市龙井，民众伫民册顶悬来发文章，讲厝内来一只梅花鹿。本来是想要甲保护联络动保处，结果来一群人竟然直接伫门口埕将伊杀害，互因规家伙仔是惊一个失明。他要去围捕，给他构思性的还是刻意性的，我们这个要有待来厘清一下。附近的居民透露，当地迄单位仔平常时较罕看到鹿啊，大部分拢是伫后壁南港产业道路顶悬，实在行搭真正看到路边有设小心鹿仔的路牌呀。应该是有一次风灾，那个养鹿的人，他那个整个都被那个台风刮掉嘛，那个鹿就跑出来。针对梅花鹿被杀害，农业局回应讲，接到通报了后，确实是请外包的厂商处理。严格梅花鹿是受到惊吓才会死亡。我有问过外包厂商，他说他到场的时候就发现鹿有受伤，因为那个鹿在挣扎，他在跟他压制的时候，就是在帮他绑那个腿绑的时候。可能因为他紧张就猝死了。梅花鹿灭入面体，却不幸死亡，互当事人受到惊吓。严格外包厂商用锁啊套梅花鹿的暗棍啊，佮甲硬咬的行为，可能就是致使梅花鹿伤过惊吓死亡的原因。嘛，互民众质疑这方法伤过残忍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